大家好，我係小柔，歡迎收睇一機走天涯。今集我哋嚟到台灣最古老嘅城市之一台南，要帶俾大家認識一個融合荷蘭歷史、清代文化、漢人信仰嘅歷史地標赤崁樓。赤崁樓位於台南市中西區，原址喺1625年荷蘭東印度公司興建嘅市街普萊文街。1653年興建成為歐式城堡，又叫番仔樓。後嚟喺清代時期，城堡已經逐漸倒塌崩壞。而家見到嘅赤崁樓係漢人喺原地陸續興建返嚟嘅廟宇建築，包括海神廟、文昌閣。海神廟係拜祭航海守護神嘅，文昌閣就係象徵民運同埋學問，整體成為一座融合中西文化嘅歷史地標，而家已經係列為國定古蹟啦。地址係台南市中西區民族路2段，門票都只係台幣70蚊，半票係台幣35蚊。台南市嘅市民呢，仲可以憑證免費入場。如果你想我介紹更加多冷門但係有歷史故事嘅景點，記得留言話我知，下次我會揸住部相機實地踩點影俾你睇。記得訂閱我個 channel，下集一機走天涯再見啦！我哋一齊用鏡頭行世界。